我安尼雄雄要甲彩玲求婚，唔知影有啥物反应，伊敢会答应啊？牵你的手，配合你的身边，问咱是不是错过什么？爱情的锁匙。等一个彩玲来，我是应该用啥物方式来开嘴较适合啊？是直接甲伊求婚，还是要先讲一寡较浪漫的话再求婚啊？奇怪，咱去超过时间半点钟啊！彩玲是迟到的人啊！搁再讲，就算讲伊有代志耽误着，嘛应该打电话甲我讲一声就对。敢是讲伊拄着啥物代志啊？问咱是不是错过啥物？爱情的锁匙藏伫咱的心，原来幸福伫身边。彩玲啊，一直无接电话啦。